接上兩條片咧，同大家講啦，今輪韓股咧，去槓桿咧唔係短線幾日就完結啦，完成咗去槓桿嘅週期咧，大約咧就需要1至3個月嘅。睇目前嘅數據嚟講咧，成個市場咧真實去槓桿嘅情況咧，只不過大約10% 嘅啫。風險嘅釋放咧極度不足嘅。可以肯定啦，韓股至今咧成個 AI 儲存板塊咧，調整咧就仲未完成嘅，後市咧仲有一定嘅下行空間嘅，咁投資者係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啦。我喺7月23號咧當日就出咗條片啦，南方海力士嘅7709咧，當日嘅股價咧就高見啦，就62蚊嘅，咁時至今日啦，個股價咧已經跌到咧唔夠啦30蚊啦，跌幅咧超過成50% 嘅。近日韓國監管機構咧對於呢個市場去槓桿嘅投機風潮咧，已經推出新一輪嘅槓桿嘅措施啦，分為已落地嘅緊急規管同埋一個隨時加碼嘅備案方案啦。數據顯示啦，韓國槓桿 ETF 嘅規模咧由500億美元咧收緊至而家咧大概170億美元啦。資金已經完全停止流入啦。投行嘅數據亦都指出啦，對沖基金咧對於個去槓桿咧已經接近咗90%啦。短期踐踏嘅人踩人嘅情況咧已經大大咧舒緩咗個壓力啦。7月份個市場咧已經出現咗大規模嘅強制平倉啦。涉及金額咧超過成3442億韓圜嘅，超過咧120萬個散戶咧就觸及咗保證金追收啦。咁當中啦有30萬嘅賬戶咧就強制平倉嘅。經過呢一輪嘅集中減持之後咧，槓桿 ETF 帶嚟嘅一個急跌嘅風險咧已經緩緩減慢啦。不過大家都要警惕一下啦。全市場信用融資嘅餘額咧由6月份嘅高位咧回落大概咧1成半左右啦。散戶整體嘅槓桿嘅水平咧仍然都係偏高嘅。ETF 嘅投機泡沫咧就擠壓咗出嚟啦，但係散戶咧借錢入市嘅風險咧又完全未清除晒啦。後市仍然都有一個回吐嘅一個壓力喺度嘅。新一輪嘅監管規則咧喺7月31號咧就正式生效啦。包括咧將槓桿嘅 ETF 嘅最低嘅保證金咧由1000萬咧提升至咧3000萬韓元嘅，暫停新產品、禁止廣告啦，咁收緊抑折價嘅一個規則嘅，提高呢個交易嘅門檻啦，全面咧就打擊呢個短期咧呢個投機嘅活動嘅。睇嚟咧短期下跌嘅壓力咧仍然非常之巨大嘅。投資者咧必須慎防風險啊嘛，現階段咧絕對唔好輕易去撈底啦。如果大家想聽到啲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嘅資訊啦，歡迎 subscribe 同埋like我哋嘅 channel 啦，咁同埋可以加入我嘅會員群組。7月29號 ，SK 海力士咧就會公布啦第二季嘅2026年業績啦，並且咧仲會舉行一個電話會議啦。作為全球